你好，我是照顾你的福利司。你好，请问你的名字是？张俊芬。请问你出生的是啥年呢？民国79年2月30号。好，冇问题。我让你带着让你身份辨认的手册呢，再让你测量生命现象，等一下掌握你的基本资料。来，我让你量血压，让你量一下耳孔温度。你的耳孔温度是入是36度，冇作少，手速压是126，手中压是76，正常。我让你简单做平方环境的少解，这是含银量。係講某個事情，請聽了隻風色嘅衡量，你就做得了福利站直接公佈。係講冇注意作動用嘅事，冇相干。嗰老我哋上面就做得，偏數地背就有一隻衡銀量，係講啲偏數發生事情，你直接衡量啊，我哋就會過來。好，這篇係從頭頂到尾腳頂。俺不需做的使用。好，接下來我需要做依然福利評估基本資料。請問你嘅最高學歷係？大學。你結婚嗎？結咧。目前係自家嘅三代，還係老母下人窮下代？我老阿爸阿妹不養窮下代。平時有乜嘅內科平時麼？有時乜嘅藥個麼？比如講糖尿病、高血壓、心臟病等。痛胖麼？好，請問你之前有帶染記錄麼？請問你係乜嘅血型？冇帶過染，我嘅血型係 O 型。另外，請問你嘅屋下型有內外科嘅病史麼？比如講糖尿病、高血壓、心臟病。我爸兩邊有高血壓嘅病史。好，請問你對食肉嘅、酒殺或者食物過敏麼？唔會。請問你以前有做過手術麼？冇。平時有食染、啉酒或者食檳榔麼？全下冇。你了解做乜嘅愛帶染？我是農業辦人差對到執到腳啦。係腳個，頭白人講，你掹咯。腳線咯，你路唔會行，是水都唔得到哦。腳要好好保養哦。是夢啦。所以你就直接來結證書係麼？我不用送我來嘅。確實嘅日期係基本嘅麼？係啊。我看一下你桌上嘅位數，做得聽通麼？你嘅腳去聽通一下。好。兩條彈性綁帶會脫險麼？唔會，嘟好。係講帶個脫險，或者係感覺唔鬆鬆，除了我哋講，我哋會讓調整哦。請問你係家保養麼？係。請第兩種單呢，有註明打勾嘅位數簽名。你嘅填法強留不愛，冇是中先生本人嘅填法。兩種係被告記錄單。表示如今到你哋上面是平方面嘅衛生教育，韓國環境少解，兩位請你老愛簽張名。哦，好啊。不好意思，是夢兒，唔是客氣。